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东北林业大学体育王者荣耀 WKG 国际综合格斗赛的公斤级的较量，自日本的吉田城，东方是来自中国新疆的阿斯科尔拜。双方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一上场，这阿斯科尔拜就用地面战术，把对方拖着地面，想身高上是日本的吉田茂呢，比对方高出4公分。小西，现在是吉田城在上位，下面是我们的中国选手阿斯科尔拜，阿斯科尔拜现在在地面战术。现在是呢，咱们的这个中国选手阿斯科尔拜呢，一直用颈部呢在夹住对方的颈部，但是也这是一个防守动作同时呢，用他的双腿呢，用锁住他的日方选手吉田茂的右腿，让他别抽出来做骑乘。就看看现在，想法逃脱，贾珍小心，别让他对方腿抽出来。对了，尽可能的摆脱这一定要摆脱，摆脱。好的，他在用挺腰，用转身想挺腰完，然后做旋转。应该是阿斯科尔拜呢，应该这个地面上好的，现在是我们的中国选手阿斯科尔拜呢，现在做了个翻身起来了，现在想法还是不行，想法他因为日方选手吉田茂用双腿控制他大腰，想法抽身上去做骑乘这样呢你才能做有力的进攻一是骑乘打法，再一个呢想做一些手上的一些地面技术。因为日方你也知道，这个关老师，人家这柔道呢，在世界上还是很有名气的。地面战术，日方的选手呢都还很厉害。对。想法把他腿掰开，你看他这个日方选手你看他现在用那个什么呢？把腿坐过来，用双腿掰住，这是一个三角锁的动作。但是三角锁是一个锁技，但是他同时用它作为一个防守动作去做了。日方选手很油对，想法从侧面过去做他现在用腿阻挡，阻挡的中方选手阿斯科尔拜，看日方的选手很油虽然都是22岁，看看这技术怎么样用的。记住我打的小心前用腿锁，小心，日方的选手打得很油他用腿阻挡，刚才想法他要把腿给人家的话。对方的腿上的锁技是很麻烦的好的，过桥，对，下掌，小心日方呢现在是用他的腿呢在做阻挡技术。我们的阿斯科尔拜可以刚才用一个单臂锁他腿锁他脚部这样不行，因为你还没有完全得到他的骑乘打法，要达不到你的效果。好，做十字握，看个不行，还不行，对方大腿在他的，好，可以做骑乘，好的，想法。哎呀，日方的选手吉田茂，这个郭老师他很油对看见没？像一条蛇，像泥鳅一样，对他会走位，然后逃脱技术非常好。获胜了，应该是用了一个地面挺地。我的阿斯科尔拜获得本场比赛胜利，恭喜他，恭贺他。我们祝贺第10场比赛中国选手。这样，今天的这10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关老师跟您在一块儿呢解说呢，非常的愉快，谢谢。
善。这是我们今天的压轴之战，也是大家如果及时的赶到，黑龙江卫视福获胜。有请颁奖嘉宾，富德生命人寿黑龙江分公司总经理薛立资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张文庆先生陪同。